大家好啊！今次世界盃仲有一個啦，因為西班牙已經攞冠軍啦。有啲嘢講下嘅。今日通常捧西班牙嘅球員當然覺得大家開心啦。有啲所謂美斯嘅 fans 就話啊，美斯已經盡力啊咩咁我覺得一半一半啦。但係其實呢場你反而之前季軍戰法國對英格蘭反而仲精彩，竟然可以入到10球波。咁呢場你又唔可以話精彩，因為今場阿根廷好似之前同法國一樣，係俾西班牙完全控制晒個差唔多節奏啦。咁你做出一個陣間先講嘅紀錄啦。首先講下由西班牙由8強出線對嘅隊伍先啦。咁當然就係佢首先就係對出線之後就對咗比利時啦。咁最終係踢到2-1贏咗比利時啦。咁跟住就係法國對西班牙啦。法國對西班牙就係好多人之前都包括可能我都係之前可能睇高法國一線咁，但係你估唔到原來西班牙嘅中場個節奏控制好好啦。咁完全撳實法國嚟打啦。咁最終就係西班牙贏2-0啦。咁跟住到決賽就係西班牙對阿根廷啦。咁你亦都估到阿根廷竟然係要打加時，其實亦都唔出奇，因為其實你話阿根廷贏，其實之前佢都唔係話好多嘅絕殺波啊，或者佢90分鐘其實已經係領先緊。咁其實佢今季開始佢其實已經開始完全係都要去到加時，跟住就可能喺對手體力不濟啊，或者一個失誤嘅情況之下就加時入絕殺。咁但係今場咧反而就因為冇咗個絕殺啦。咁第一就因為正常90分鐘階段嘅時候咧，咁阿根廷就係被罰一個紅牌啦。佢可能打少個，令佢哋冇一個體力嘅絕對優勢啦。咁跟住去到加時嘅延長加時嘅時候，竟然係西班牙靠呢個費蘭道托里斯呢個係新嘅費蘭道托里斯啊，唔係舊時嘅費蘭道托里斯啊。喺西班牙都有好多呢啲名。靠最絕殺1-0去贏到世界盃冠軍啦。亦都係相隔16年之後再反呢個攞到世界盃啦。亦都係恭喜西班牙啦。之後亦都講翻啦，其實有其他隊伍啦。最終個結果就係西班牙攞第一啦，攞咗冠軍啦。跟住第二名就當然係阿根廷啦。第三名係英格蘭啦，即係如果而家以世界盃排嚟講，第四就係法國啦。跟住金球獎就係西班牙呢個攞到啦。金靴獎射手就係法國嘅麥巴比啦。係有10球啦，因為美斯今場冇入球嘅。其實上一場佢都靠入球，佢都唔係靠主力嘅，佢已經可能半助攻啊，佢唔係靠主力入波。金手套當然係最佳撲救，當然係西班牙嘅龍門斯蒙啦。最年輕就係呢個佩巴士嘅西班牙啦。做一個公平競爭獎，即係最佳隊伍，竟然係荷蘭嘅。好，大家一齊睇下啲精華片段啦。